的上帝啊，你多么伟大，没有能跟你相比的。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我们一同起立，跟你左右边的人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伟大的神。我们要一起敬拜伟大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宣告。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一次，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神的喜乐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继续敬拜。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所以说你何等伟大！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最后一次，我们更多来说。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我们将我们的掌声、我们的欢呼，都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高唱哈利路亚，高唱主耶稣，你是我们伟大的神。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现在的敬拜就如同在主耶稣你的圣所里面。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就在你的脚边，我们要来敬拜你。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
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是心是真神，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将我们的手举起来，你恢复来敬拜我们的神，生命，献上我心。这不仅仅是我们要来敬拜，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来呼喊主啊，主啊。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遵从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们再来说一次，主，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
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敬拜，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耶稣，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所要对你讲述的话语，主耶稣，你都听见了。哈利路亚！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火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火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所以说我们渴慕你，我们要更多的渴慕你，不仅仅是渴慕更多的与你相近，我们也渴慕主耶稣，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渴慕主耶稣，我们可以被你来使用，能够被你来点燃，被你来得着。所以说我们要来继续的敬拜你，主耶稣，献上我的心，所以说我们来渴慕你。我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我向你
爱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心灵。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世上之间你的名被高举。主耶稣就在你的心中，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的里面，你有没有觉得神很爱你呢？如果你觉得神很爱你的，你就在心里面向神说：耶稣，谢谢你爱我。如果你觉得神没有很爱你，这时候你可以跟耶稣求：神啊，我需要你的爱，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你是一位救赎我们、帮助我们、乐意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要再一次与你相亲，与你相近，愿你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被你的灵、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所充满、所浇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垂听我们的祈求。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也是我们在今年复活节共读的时候呢所读到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的15节到19节。好，那我要请左半边的人呢来念单数节，右半边的人来念双数节哦。好，今天看起来人都差不多啊。我们来先请左半边的先哦，15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喂养我的小羊。”好，再来右半边。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喂养我的羊。”再来。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树上带子，水里往来，但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也要按你手来，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要死。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谢谢。好，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所读到的圣经，也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来显现的时候，所发生一段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插曲啊。今天晚上好像有一位要做见证分享的人他现在不见，进来了。好，我们来请那个蔡以诚来见证分享。好，他要来跟我们分享3分钟的见证。好，我们拍手来欢迎蔡以诚。嗨，大家！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在台上了，但是谢谢牧师邀请。我现在讲什么？对，你要讲你要夏令营的见夏令营的见证吗？我今天是夏令营活动组的同工，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练跳舞之外，帮我欢呼一下好不好？好，反正我就看一下今天，因为我们其实在筹备夏令营的时候，我觉得这次好像感觉没什么人来报名，
然后结果我看到那么多13、14岁的小朋友来报名，我觉得很感动。但是13岁有点太小了，我们今天选的时候选的有点痛苦，这样。大家看到13、14岁，哎，这给你啦，哎，这给你，在互相推来推去。但我相信，就是他们后续可能都可以成为很强的同工，Amen 吗 Amen。OK， 好，我这样子到这边，谢谢。好，谢谢蔡以晨。好，那今天下午很高兴啊，看到我们的银视讯啊，好，那有很多的青年学生，好，那看起来呢，好不像13、14岁啊，好，不过呢，其实这个年纪过得非常的快，好，你今天看他们是国中生，好，一转眼之间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大人，上了高中或者是大学，好，不过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夏令营的同工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们加油。好，那我们今年的目标呢，好是希望能够收到100位好的学员哦。目前呢，好有几位？20、30，目前刚刚超过30位哦。好，所以我们还有一段努力的空间。好，所以我们要为夏令营来祷告。好，那今天牧师要分享啊，好就是的信息呢，好是在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好，不过呢，牧师礼拜一呢要到越南，好去6天。好，那这去6天呢，好是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就是和这个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好要去去参访，好在越南北边，好他们去从这个很多不同的国家，然后去寻找，好就是在这个地区当中，好比较偏乡或是没有被照顾的孩童，然后要去认领他们，好，所以他有一个计划叫做 Chosen 好就是去选择。但是呢，过去他们世界展望会都是去选择，哎，我要去选择帮助什么国家。帮助哪个小孩子，然后哎，我要帮助这个看起来好可爱哦，我去帮助他。但这次他们的做法是倒过来，就是呢，他们把这些资助人，就是有愿意抖内的人呢的照片呢，贴在这个教室或是哪里，好，然后他们说，你想要让哪一个人来帮助你，好，因为他们说这些小朋友呢，他们的环境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他们做选择。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就是让谁来选择帮助他，好，所以牧师也有抖内一笔钱，好，然后呢，这个接下去下个礼拜3呢，好，我就要被人家 chosen 啊，我要被选择啊，好，那我不晓得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好说去到越南，好，但是一个在山上比较北边靠近辽国的地方，所以我就想，那我就穿这样子，好，这是我准备要去越南穿的衣服啊。好，那希望呢，好能够在那个地方呢，好能够更认识到说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孩子，好，他们的生活呢是与我们很不一样的。也希望我们都有机会呢，好能够透过这样子不同的方式，好透过夏令营，或是透过这些的世界展望会，好等等。我们今年在暑假，我们也会有一个救鞋救命好的这个事工，好可以把鞋子，把你现在不穿的鞋子，可以送到非洲去，好，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好能够来跟这个世界来接轨、来交流。好，那另外呢，好就是牧师最近呢也会常常请假，好是因为一直觉得说，在想要呢进修充实自己，好，所以我就看到网络上有这个财务管理硕士学分班，好就去报名。就报名之后呢，他有2个课，好一个叫财务管理，一个叫行销管理，好那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提升自己财务管理的能力哦，好这样才能够做忠心的好管家，就硬着头皮去报名。就报名之后发现，课本这么厚一本，然后呢，我是报名这个网络上课组。就那个网络呢，给你看的影片呢，好是好几百集的影片，好比那好几百集的影片，哇，这个真的是花更多的时间，好不过呢，接下来5月要期中考，好7月就要期末考，好所以呢，接下来几次的主日呢，好牧师也会请假去参加考试，好去参加考试。刚才我也问了，好有要考研究所的，好然后也要期末考的，好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试。好，但是呢，这些考试呢是为了帮助你更强。阿们。好，跟你旁边说，考试是为了帮助你更强。所以今天我们下午的银视讯也是某种的考试好，就是帮助我们同工可以更强。
这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好，那就是这个主日。好，圣灵降临节呢，就是从复活节后的第49天，过了49天的第50天啊，所以要叫做什么几旬节？五旬节，好，五旬节。所以从复活节直到圣灵降临节，好，牧师透过了5个系列。哦，那就是让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有专注、有接纳、有行动、有成熟，到今天所要分享的尽责。那什么是圣灵降临节呢？好，其实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降临节呢，就是一场受职典礼。我们说一次，受职典礼。有没有参加过受职典礼？没有啊，这就是2年前啊，好，2024年的5月26号。好，牧师的就任，好，也是受职典礼。好，领受什么职务呢？好，领受好这个迦南教会第6任牧师的职务啊。有没有看到你在上面？没有，有。好，那这张找找看有没有看到你在上面。好，那受职典礼就是你要领受一个职务。好，当你领受这职务呢，好，你就有一个责任在你的身上。所以从2024年的5月26号，好，那都有一个责任，好，在我的身上，好，就是你是迦南教会的牧师，好，所以呢，教会很多的事情，好，你要成为代表，好，不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好，你都需要好担起这样的责任，好，担起这样的责任。但事实上呢，圣灵降临节，好，不仅是像牧师这样子，是每一个基督徒好的一个受职典礼啊，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圣灵降临节是基督徒的受职典礼，圣灵降临节是基督徒的受职典礼。怎么说呢？使徒行传第2章，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起来他们被圣灵充满120个人啊，说15种国家的语言，然后呢见证上帝的作为，然后大家就有3000个人，好，超过3000人来听彼得讲道。彼得讲到的最后一段话呢，就是在2章3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的讲道其实还没有结束，可是呢，圣经说，当众人听到彼得讲这话，就打断彼得的讲道，然后就问彼得：我们该怎么办呢？哦，原来呢，彼得他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在五旬节那一天，好，有这些奇异的事情，有火焰像舌头，有大风，有大的响声，有这一些能够用各样的圣灵的的异能，其实呢是要告诉地上人一件事情，在天上被犹太人所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耶稣什么时候为基督呢？就是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当他受职之后，圣灵就把这个事情带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是在这样的故事当中开始了教会一直到现在2000年的历史。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读过使徒行传，我们只有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圣灵降临节怎么样子在人的身上来动工呢？约翰福音他没有强调说在五旬节那一天的事情，约翰福音反而是在约翰在回顾，在回想，当耶稣复活后，他与复活的耶稣的另外一段际遇。所以呢，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使徒行传约翰福音的21章，耶稣复活后，门徒呢他们又回去到北边的加利利湖，又去那边捕鱼，又去那边打鱼，然后打鱼打了一整夜呢，什么都没有。后来呢，天快亮了，然后耶稣叫他们到把船的右边撒网下去，就捕上了153条的大鱼。后来彼得一看是耶稣，他就呢跳下水游上岸，然后呢耶稣就烤鱼给他们吃。但是呢，精彩的是在这对话，耶稣呢特别把彼得叫出来，问他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Do you love me more than this？ 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这一些是什么呢？这一些可能就是彼得的渔网，这一些可能是153条的鱼，这一些呢，可能是彼得他现在的人生的目标。但是呢，为什么耶稣要问3次呢？如果我们从这段圣经的原文来看，耶稣前面2次呢，
都用 agape。Do you agape me？ 你爱我吗？这个爱呢 agape 呢是一个叫做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好，那个黑色加粗的地方，大家念一次：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耶稣问彼得：你愿意用这种神圣、没有条件的、愿意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他不敢说我敢用这种爱来爱你，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ia。 好 philia， 主啊，我 philia you， 我爱你。但是 philia， 好 philia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兄弟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你们有没有兄弟的爱？有没有朋友之间的爱？好，这个大家都会。要不要人教你？不用，你去上学的第一天就开始会有你喜欢的人，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的爱。但是耶稣呢，第二次又问彼得 ：Do you agape me？ 你愿意用神圣、无条件、愿意牺牲的爱爱我吗？你猜彼得怎么回答？他是用上面回答还是下面回答？下面，他还是用下面这个主啊，我只能够用兄弟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来爱你，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如果只有读中文的话呢，我们只有看到上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就说：主啊，我爱你。可是你不晓得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三次耶稣又问了彼得，第三次耶稣呢问彼得呢就不一样了。 Do you philia me？ 你愿意用朋友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来爱我、爱耶稣吗？然后这时候彼得呢他就呢非常的圣经说呢，彼得他就非常的忧愁啊，他就说：主啊，你知道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好，这个呢，彼得我用兄弟朋友之间的爱来爱你。这三种的爱呢，这三次呢，其实呢也让我们看到爱不同的层次啊。但是呢，在这不同的层次当中，耶稣每一次都回答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啊。所以这三句话，我们再把它拆开来看，耶稣给彼得的这三句话代表什么意思？首先，当第一次耶稣问他 ：Do you agape me？ 你愿意用神圣的爱爱我吗？彼得说：我愿意用兄弟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啊。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喂养，一个是小羊。喂养的原文呢，在上面就是提供食物，让他有东西吃。你有没有去喂人家吃东西过？你今天如果有去飞牛牧场参加志工一日游，有喂什么动物？喂了山羊，你有去哦？你怎么知道？婕妤有喂什么动物？喂了羊今天你有喂羊吗？你没有喂，好，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就是第一阶，就是你去喂养给他吃，而且呢，小羊的意思就是指小小只的羊。所以呢，在牧养的第一层，就是初阶的供应。大家说一次，初阶的供应，就是刚刚灵命刚出生，刚刚来到教会，刚刚信主，或是像小婴孩，你只要给他吃，给他奶，他需要的是一个灵奶纯净的，不用给他太复杂，也不用对他太严苛，标准也不用太高。但是好像刚才蔡以诚起来讲见证，需不需要给他标准很严苛呢？要啊，不用哦。以后他下一次再见证，他就给他自己更严苛的标准。因为呢，第一次总是没有办法标准太高，但是呢，大家第一次来到教会，像今天夏令营有很多的新朋友，他们平常没有来教会，可是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像是一个刚刚小羊一样。这是耶稣告诉彼得的。如果你要用兄弟的爱来爱耶稣，朋友之间的爱来爱耶稣，你要把这些新朋友把他照顾好。你跟你旁边人说，爱耶稣就是把新朋友照顾好，爱耶稣就是把新朋友照顾好。当耶稣第二次问彼得 Do you agape me？ 你愿意用神圣无条件牺牲的爱爱我吗？彼得又回答说，主啊，我愿意用兄弟
朋友之间的爱来爱你。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耶稣回答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这个在希腊文当中呢，它的字就不一样了。牧养的意思呢，就是有引导、有治理，还有管教。而那个羊呢，前面是小羊，这时候变成什么？一般的羊啊，就是成年的羊，就是你在看到路上的真正的羊啊，不是小小的羔羊。所以彼得呢，他说：主啊，我愿意用兄弟的爱来爱你。耶稣说：好，那你要做的就是进阶的治理。我们说一次进阶的治理。一开始是初阶的供应，给他吃；再来呢是进阶的治理。进阶的治理代表什么呢？你要给他方向，你要给他保护。就像羊，成年的羊就是要跟着牧羊人，要有方向，要找草，要找水，而且要走路。小羊不用，小羊走不动，它只要在羊妈妈在羊圈里面就有东西可以吃。可是成年之后，他们必须要跟着牧羊人走出去，才有青草地，才有溪水旁。所以爱耶稣也代表要进阶的来治理羊群，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呢不要被野狼吞吃，让他们在去找吃的地方呢，或是回家的路上呢，不要掉到坑里面去，不要掉到山谷里面去。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好像我们上次母亲节所分享的，你要成熟，你要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当彼得第二次回答说：我愿意用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你的时候，耶稣说：好，那你要好好的来引导我的羊，进阶的治理他们。最后一次，耶稣降下他的标准，你愿意用朋友的爱、兄弟的爱来爱我吗？彼得非常的忧愁，好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好，你喂养我的羊。跟前面两个又不太一样，前面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句是牧养我的羊。现在呢，第三句是把1跟2加起来，叫做喂养我的羊，所有的羊。所以我们从原文来看，这个喂养呢，跟前面第一个一样，而这羊呢变成是成羊，所以把第1、第2加起来就变成第3次耶稣所要问的。所以这代表就是终极的守护。好，请大家说一次：终极的守护。所以有初阶的供应，有进阶的治理，还要有什么？终极的守护。终极的守护呢？怎么样守护这些羊呢？其实我们如果读了约翰福音就知道，这些羊是要听耶稣的声音。所以这一个阶段的喂养呢，不是只有在给他吃的东西，给他有水可以喝。这个阶段呢，是要让他能够成熟，让他呢能够长大。所以呢，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所以这3次的问答，耶稣问彼得，彼得3次的回答，3次呢，耶稣也都挑战彼得，就是要让这些羊群得到真正的饱足，这就是教会。所以虽然约翰福音没有看到五旬节圣灵充满，哇，有什么讲方言啊，有大风啊，有火啊，可是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见耶稣跟彼得的对话，也是一个圣灵直接的挑战的对话。所以从这3个来看，对于小羊，什么是我们的小羊呢？就是在教会刚才有讲的，刚刚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不论在小组或是教会，或是在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圈当中，你要怎么样喂养呢？你可以请他喝饮料，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如果你没有钱请他吃饭，你可以请他吃礼拜天的爱餐，可不可以？礼拜天的爱餐多少钱？20块。你总可以请他来吃礼拜天的爱餐吧。但是呢，这就是在第一层的用朋友的爱来爱耶稣，第二层的耶稣说要引导他们，要治理他们。所以呢，对于这些羊群呢，就是要有责任，要照顾这些羊呢。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亲近农场上面的这些羊。亲近农场的羊呢，要不要走很远？其实也不用。但是他们，你说不用，你有没有去爬过亲近农场？你从下面这样爬上去会不会累？还是会累啊。因为那个高海拔，空气比较稀薄，你还是要走来走去，要上上下下，要寻找新的草，
吃新鲜的草。而呢，在第二阶段，你就是要引导他们要往前，不能够永远都在房间里面，要引导他们不能够永远都在温室当中，要能够走出去。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你就需要有一个牧羊人的杖来引导他们，保护他们。所以参与服事之后呢，就要帮助这些羊。当他们遇到危险，或是有可能会发生好的状况，就要提醒。所以呢，你要让你的孩子成熟，就是让他们来参加夏令营的同工。他们参加夏令营的同工之后呢，哇，他们就开始很会去照顾别人，不再是要别人来照顾他。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耶稣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全部的羊，就是要对全体要来尽责，就是呢，在你的一生当中都要来尽责。所以回到，如果有一天你跟牧师一样，被托付一间教会在你的身上，这个神说这个教会所有的羊群要交给你来看管，你要让这些羊有草吃，你要让这些羊有水喝。请问你该做些什么事情呢？请他们吃 buffet， 或是请他们去吃麦当劳，然后呢，或是开餐厅让他们吃，就只有这样子过一生吗？最后一个阶段，全体的尽责，就是我们不仅要去喂养别人，我们自己也要被喂养。所以最终的阶段，就是要让上帝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为什么牧师要带领大家读圣经共读？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来写灵修的笔记？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做这个灵修的分享？我们很多的当中的长职或是核心同工都有参与在录制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开始要把圣经读了、消化，然后分享给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做喂养主羊的工作，你就是在做耶稣所告诉彼得的工作，喂养我的羊，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不是只有给他们有食物，要让他们的灵命能够饱足，还要用真理来引导他们走在安全正确的路上。今天牧师的讲道是过去这5个礼拜讲到的结束。过去这5个礼拜的结束，就是因为这礼拜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本来牧师呢，也去年有个感动，就是我们办完60周年，我们在桃小这个庆祝活动完之后，想说我们明年呢可以再办一个更大的活动，就是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教会一起联合起来，然后呢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一天，一起来办一个聚会，一起敬拜，想是这样子想，然后呢要不要行动？也去行动，所以我在北一区开会的时候，因为是担任北一区的区长，就把这样的想法提出来。结果没有想到，我提出来之后，你觉得大家要不要参加？都没有人要参加，都没有人要参加啊！在北一区有14间的教会，可是都没有人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呢，就试着努力，甚至呢，最后说让我们找嘉光教会，可以吧？嘉光教会是我们去开拓的，但是跟嘉光教会在聊的时候呢，不管是跟他们传道，或是跟长老，他们也回应也说他们都有安排，今年可能来不及，来不及。你会发现说，你要去跟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去敬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重不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习惯自己聚会，自己把自己的聚会、把自己的教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不会想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但是呢，神要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其他的羊群一起结合，我们真的在天堂们会很这怎么样？很不习惯。去天堂，去天上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在像神一样开放他自己一样。可是我们在地上都是过一个很自己封闭的，都是很自己固定的。我们在天上，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适应这样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牧师带领大家来复习。我们第一讲，圣灵带领我们要怎么样？专注什么？
敬拜。好，把这几个字大家念一次：圣灵带领我们专注敬拜。再一次，圣灵带领我们。你在敬拜中有没有专注？还是你在敬拜当中会心有杂物，会想其他的事情？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做礼拜不是来听讲道，做礼拜是为了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爱神。而且呢，礼拜爱神也不是只有在礼拜当中，爱神呢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专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有敬拜的态度，有敬拜的态度。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邀请永光教会来带领我们敬拜赞美训练。你可以看到这个永光教会，或是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嘛？永光教会的敬拜团他们来，有没有觉得他们敬拜跟我们敬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可以觉得他们在台上真的有在敬拜神，就是他们真的是专注在 focus 在神的身上，他们不会在意台下的人熟悉或陌生，他们不会因为说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part 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说，在敬拜当中专注的投入在这当中，就是圣灵要充满我们。第二个呢，圣灵要带领我们是什么呢？要接纳。圣灵扩张我们去接纳。接纳什么呢？服事。好，请大家念一次。我们要去服事。好，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先从心里面去接纳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服事这样的服事。好，这张图还记得是什么故事吗？对，好，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前面两个都是真正的标准的服事的人，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他们真的都是在做服事的人。可是呢，耶稣说他们的服事不及格，因为他们对身边的人的需要怎么样？没有感觉，没有反应。所以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的服事不是只有在台上，你的服事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爱人如己呢？而爱人就从接纳开始。第三呢，我们看到我们来继续念刚才马可福音的12章的后面那一节。第二事情，第二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好，谢谢。服事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好，当你学会爱神，接下来就要学会去服事爱人。第三呢，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圣灵催促我们行动。行动要做什么？要外展。好，请大家念一次：圣灵催促我们行动外展。好，外展，外展好，不是说我拼命的往外跑，叫做外展。外展不是说我一天到晚出国就叫做外展。外展呢，我们在第3讲的时候有分享，外展呢有停、看、听，还记得吗？停要做什么？停留在上帝的同在。看呢，观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听呢，听从圣灵的引导。记得住吗？停什么？停留在上帝的同在，很好。看呢，观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听呢，听从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外展呢，你要看这些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要在城里面等候，等到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会去，你会 outreach， 你们就会去向外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4呢，圣灵督促我们长大成熟来装备。好，请大家说一次：圣灵督促我们长大成熟装备。装备在3个部分装备。哪3个部分呢？信、望、爱。好，要在永远的信心。好，信心是现在进行式，盼望永远的盼望，不是只有过去的盼望。爱是永远的爱，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要在永信成长，在永望成长，在永爱成长。好，这是圣灵督促我们，要我们能够装备，好，能够在这3方面都成长。最后今天圣灵托付我们要尽责牧养，请说一次。
好，圣灵要托付我们要尽责的牧养，而牧养呢，就是耶稣说 ：“Do you agape me？” 你真的愿意用神的爱、神圣的爱、无条件的爱、愿意牺牲的爱来爱耶稣吗？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是很不容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从喂养小羊开始。第二次彼得又问彼得：“你愿意用神的爱来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我做不到，我只能够用朋友的爱来爱你。”耶稣说：“那没关系，你可以来牧养他们，引导他们。”第三次，耶稣说：“你愿意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告诉彼得，给他一个终极的挑战：你要做好牧养的工作，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成为属灵的父母，把这些的羊群要托付照顾好。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刻，就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前，虽然没有看到五旬节的画面在这个提比利亚的海边出现，可是你看到耶稣3次对彼得问答，留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榜样和线索。这5件事情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专注代表我们的敬拜事工，我们有敬拜的部门。你有没有参与在敬拜部门的事工当中？如果你有在这敬拜部门的事工当中，或是参与敬拜的这些的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圣灵要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牧养。你有没有去接纳？接纳就是我们的什么？服事，也就是我们的侍奉部门。他们在侍奉部门，像牧轩，他就是侍奉部门的协会的总干事，他必须要去接纳不同的人，他必须要去接纳很多不同的状况，很多的家庭，很多的需求。这一些呢，都是在操练我们去喂养主的羊，而行动是我们的外展部门。你有没有参与在外展的部门的事工当中？我们青年牧区有很多的同工都有参与在外展部门当中。在外展部门当中，就是需要停、看、听，你需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不是一股脑的冲出去，而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见证耶稣是基督。而成熟就是代表我们的装备，从我们的 A1、A2、A3 不断的长大成熟，最后牧养就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做牧养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和姐妹，牧师把这些呢，虽然很短的时间讲给你听，我不晓得你可以听懂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圣灵要在每个人身上动工，不论你的年纪如何，不论你的日子如何，神都可以使用你来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除了在这里敬拜，我们要在这里寻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敬拜上专注，在侍奉上接纳，能够在外展上行动，在装备上成熟，也能够在牧养事工上面来尽责。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得完全，我们就像是彼得一样，我们是又恐惧又战兢又害怕。主啊，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得来呢？主啊，这么大的目标我们怎么能够完成呢？但是主，你给我们一个方向，喂养你的小羊，牧养你的羊，喂养你的羊群。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就开始来做喂养和牧养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来帮助新朋友，能够来关心他们，让他们都能够不仅更认识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长大成熟。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时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
心。主，我来到你桌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是的，在今天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来到你桌前，让我们这个时候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这首歌是唱给神听的，不是唱给别人听的。这是我们对圣灵的祷告，是我们对圣灵的呼求。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充满你，充满每一个人。全人全心。哈利路亚！让我们举起了手来敬拜，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不晓得现在你是不是很疲惫，我相信你一定很疲惫，但是我要鼓励你，在敬拜的时候不是靠自己，是要依靠圣灵。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都会到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用尽了力气，就好像彼得他们整夜撒网捕鱼，但是一条鱼都没有。他们准备了很多，有船，有网子，他们也花了时间，也付了代价，他们在他们的功课上面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就是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少了圣灵的引导。但是当耶稣到他们的旁边，告诉他们，现在把网从右边撒下去，就这样一句话，一个动作，拉上了153条的鱼。或许现在的你正为着夏令营忙碌、疲惫，用尽了力气；或许你正为了考试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昏天暗地；或许你正为了工作、为了升迁、为了你的人生花了很大的力气。你还需要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有圣灵来帮助你，否则你会整夜劳碌却一无所得，或者你可能会付上了这么多的时间，最后却没有达到你所要达到的。但是神的圣灵来到，神的同在要帮助你，在关键的时刻，在你的努力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刻，圣灵要帮助你，给你一个智慧的引导，给你一个信念，给你一句圣经的话，让你知道没有错，就是这个方向，对，就是这里，再继续的往前，快要到达了，快要完成了。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圣灵能够帮助你，
我们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要邀请大家，求圣灵充满你，让你能够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智慧。主，我来到，主，我来到你左，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愿你悦纳我，献上活祭，渴慕你，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圣灵来充满我，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专心的敬拜，荣耀你，成为唱出来，用你的嘴巴唱出来，我愿这一生，我愿尽心尽力的敬拜他，爱他，荣耀他，爱你，大声的唱，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美美高举。你准备好要敬拜耶稣了吗？你准备好要敬拜圣灵了吗？你准备好要让圣灵来充满你了吗？哈利路亚！我向你献上我心，只为你渴慕你，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我向更大声来说，献上我心，一起来，只为你。对耶稣来说，主耶稣，我属于你，我的心只愿更多有你。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是的主，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永远，荣耀你，直到看见你的名被高举，献上自己成为你的器皿。让我们给耶稣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我们给圣灵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我们给爱我们的天父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一切的疲惫、疲倦都要被圣灵所挪去。即便我们觉得路已经走不下去，觉得我们已经身上所有的力气都要耗尽的时刻，但是圣灵来，要使我们得着能力，使我们能够在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你告诉我们说，要用阿嘎佩的爱来爱你。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只能够用朋友的爱、弟兄姐妹的爱来爱你。但是当我们开始喂养主的羊，开始牧养你的小羊，当我们开始把你的教会当作是耶稣的教会来尽心尽力的牧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所献上的爱正是那阿嘎佩的爱。主啊，虽然我们年纪还小，虽然我们能够做的有限，但是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来成为神你的器皿。也求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的圣工所用。我们一起来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你，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神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牺牲的爱来爱我们，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着饱足。现在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时间与金钱，并按着你的旨意喂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只小羊。求主悦纳这些奉献，愿其成为你社工所用。求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靠圣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这个地上世上万物都不能比拟的神，我们的神是无人能够相比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继续来敬拜。用我全能的主宰，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奇妙主荣耀神何等的伟大，圣洁尊贵的君王，超乎万民在天地之上，为我罪有宝血赎回我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山海，让手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我要扬声赞美你。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山海，让手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何等伟大！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山海，让手极大赞美。哦哦哦，主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再一次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耶稣有热烈掌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能够领受圣灵的专注、圣灵的接纳、圣灵的成熟、圣灵的行动，还有圣灵的牧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我是木轩协会的总干事。那我现在来做那个报告。好，今天在我们当的新朋友，那我们一一来欢迎他。来，第一位，施雨桐，可以请起立吗？对，好，起立。然后再来就是吕碧玲，吕碧玲这是艾妮的同学的妈妈。然后在那个徐宇勋。宇勋，请起立。对，这是我们艾妮的同学，也会参加今年的夏令，我们一起欢迎他。那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握个手，好不好？欢迎他们来到，对，握手，还有握手。对，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来，再次给他们掌声。对，然后今天呢，就是今天5月23号，我们就是教会有2个大活动。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好是我们的夏令营的营视训，然后从今天的10点他们就10点半开始开会，然后到刚刚到6点他们都还在开会讨论，然后中间就是训练那些志工的，就是小志工们，那这些同工非常辛苦那我们请他们起立。对，我们来给他们勉励一下好不好？今天有参加营视训的同工，请起立好不好？对，这些非常辛苦的同工，对，有我们的活动组长，我们的那个子轩是我们的营长，给他掌声，辛苦了。对，愿神祝福你们的服事。好，请坐。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今天有70位的，就是志工去我们的苗栗通霄的飞牛牧场参加我们的志工1日游，那也是一整天的行程，就是非常累，但是他们还是有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那请有参加那个志工1日游的起立好不好？对，2位，对，监狱今天还为我们就是做志工的导览，很厉害哦。对，好，请坐。OK， 好，那我接下来做那个报告，这个可以帮我切一下吗？好，就是本主日是圣灵降临节，庆祝圣灵降临节，求圣灵充满整个教会，遵守大诫命，并完成我们的大使命。对，那明天是圣灵降临节主日，大家可以一起来，就是再一次参与我们的主日礼拜。好，圣经共读，现在圣经共读从前天开始进入路德记，那之后会有哥罗西书，那请各位可以每天早上6点与教会的 YouTube 频道的首播，然后让我们每天就是一起在线上，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做晨更。不一定要6点，如果你6点没跟到那个影片，你还是可以拿出来。晚上6点也可以，也可以拿出来看。对，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看，而且你可以看很多遍很厉害哦。好，然后主日因为本主日是5月20号，因为长子会的缘故，所以小组暂停一次。那所以主日没有供应爱餐，但是仍有安排聚会的小组，请自己自理。好，祷告会5月27号星期三8点到9点的祷告会，主理是洪翠玲长老，那地点是主堂的7楼礼拜堂，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用祷告建立教会。好，圣歌队合唱技巧研习在6月13号星期六的6点到9点，讲师是杨胜安老师，那地点是我们49号的2楼礼拜堂，欢迎本会会友就是到场旁听，并于6月6号前向圣歌队队长潘其庸弟兄报名。对，好，在台语夏令营，我们除了有那个阿卡贝的儿童夏令营以外，我们还有台语夏令营，那所以我们台语夏令营在我们的7月13到7月11号就是欢迎小2到7年级的学生报名参加，那我们的名额就只有20名，所以请扫本堂1楼的公布栏海报 QR code 报名，限额几名？20名，要不要快点去报名？小2到小你们不能报，你们要邀请你们的邻居由小2到7年级的来报名参加，你们的责任。好，来5月27号松大讲座，5月27号的松大讲座主题是陪你走一段那些无法说出口的时刻，讲师是邱春兰心理咨商师。那如果想要在线上旁听的，可以请详见那个周报的那个 QR code， 详见代码。对。阿卡贝儿童夏令营新世纪福音勇士，那日期是7月6号到7月10号的每天的8点半到晚上5点，下午5点，主题是这个主题是主要是在讲破解网络成瘾。对，那我们的早鸟直到5月
5月29号，所以请就是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就是符合这个年纪的国小生，就请他们快点来报名。那早鸟的优惠价是1200块，那原价是2000块。那要报名的请扫周报封面的 QR code， 或是在教会1楼，就是我们也有那个海报的 QR code 可以报名。然后目前报名的人数是刚刚说30位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目标是100位，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踊跃帮我们去宣传，然后邀请你，然后如果是爱你，就可以多邀一些朋友来参加，知道吗？再多邀几个，把隔壁班都带来，好不好？全校都带来，全校都带过来，对，特别为你们再开一个营会。好，再来，松年大学参访旅游，今年是松年大学的30周年哦，给松年大学一个掌声。对，那松年大学将于10月13号。的4、5、6、3天前往高雄冈山10月1号到3号，少了一杠。哦，10月1号到3号，哎，对，然后前往高雄的冈山分校。那行程请见那个不是抽屉，那个电梯跟公布栏的那个海报。那6月底前报名可以享早鸟优惠5000块，那原价是6000块。那要报名的请洽那个翠芬长老。好，约书亚乐团敬拜巡回，那青年牧区在下礼拜6要前往那个台北羚羊山庄参加那个约书亚敬拜团巡回。那如果你有参加的，我们有分2种去的方式，一种是我们在教会一起出发的，那就请你在1点的时候在教会门口一起集合。那如果你是要自行前往的话呢，请你3点以前到到那个羚羊山庄的门口一起集合，因为1点出发，大概也是3点会到那个地方啦。那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一起用餐，就是请不要太早离开。那我们会在乐提欧美式餐厅用餐。那所以下礼拜这里是没有青年礼拜的哦，我们就是去参加约书亚敬拜巡回 ，OK 吗？下礼拜这里有青年礼拜吗？没有，没有。我们在哪里？羚羊山庄参加敬拜巡回。好。哦，对，就是这个。对，那如果你要报名的，就是快点扫这个 QR code。还没有报名的，给你们5秒钟。3、2、1，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洽我或那个闽园区长。好，银发芳香按摩工坊，这也是下礼拜5月30号礼拜6的早上8点半到4点于本会举办，详见那个电梯的公告。那报名费是800块，这个是总会松年事工办的活动。那他我记得他如果参加的话，他好像会送那个精油，对，他会送你精油，然后会教你怎么按摩、怎么舒压，或者怎么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关心弟兄姐妹，所以很适合拿来做牧养。所以有兴趣的欢迎踊跃报名。好，肢体消息，台5区幸福小组郭正坤、胡秀媛夫妇的大儿子郭威林，就是于5月20号星期三与郑江妮姐妹举行婚礼。那愿神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当中。好，鼓掌。好，那就是下礼拜1到礼拜6，陈牧师参加世界展望会，至北越参访少数民族事工，请弟兄姐妹就是代祷，就是为牧师出入平安来祷告。谢谢。然后对。要现在祷告吗？不用。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请那个社青到那个门后面去，然后学青就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请安。今天聚会到这边。很久没回来了，加油加油，谢谢。